长篇评弹玉蜻蜓第10回，敬房绝食，由蒋月泉、姜文兰演唱。冰口府沈家的一个二娘娘，像一道红头警察要遗爱三娘娘的性命。该这两个同弟啊，把母大的在还在不我。冤枉三娘娘的身方童儿志不通感，警察审不大同。各位老太太的王凤太太，实在不得劲。这个新闻我可以报喜，向来大雨大等不个种事体。叫啥关注三娘娘那个他红队警察去把我们拿出来，老太太确诊里拿不出。警察公说我不理一带两只，35里是个一只，其他男人对浪，男人西浪上岗的么个他警察浪上岗的，唯一一只东西来让我水里的，来箱子里再去拿出来要比3只，来箱子里这个一炸的那铝板浪一定不拉乌的些软。我对不拉顺方姑息带是我水里，来不记得外分晓得。这是个老太太老登，本家的三娘娘摇摇静静，一个屁头奔到房间里，开抽屉拿钥匙开箱子，箱子开开来，咕噜的水匣子拿出来嘛，围一把红头警察来。上岗里一个男人分析。搿搭警察先讲了让花店外头坏进来嘛，把他顺方提着，今朝谁是让你来他睡？箱子里是一张，要紧我红队警察把那外头水匣子关好，放在箱子里，箱子关上，插他一声没钥匙来让我把好。在海里拿这个大红队警察摇摇静静来见付太太。那么搿辰光的人需要叫需要伶仃，来坠入妖精一块嘛。搿把水中归要提起的，太阳光树浪金光树上，所以这个老太太当作军人在外头看好了吧？离7正35中归拿不出。现在只看见三娘娘水里的样子是金光闪的样子，老太太又进不来了，实在拿得出，搿是比3张。不然你心是让那石头治不通的，老太太气得个人，这个跌了冰缸里浑身冰硬了，让灯里上来。三娘娘一分钱，我这警察他在房厅了。啊，宝宝，进去来哩。老太太从来分析，这还真叫硬水硬脚，到底水里拿他警察打一枪，还不怪这辛苦那么熟悉。还不搞得那么利息啊！拿的阴沟上肚皮。三娘娘也不懂啊，你不太太管好不理我。哦，大概我拿得蛮子的，我是这个分得来的呀。不太太管好，不够想，你不见我走，哪够走？这还来了不比。怎么了？他要马上就发作。但不宜啊，不宜非要那个面孔来治不通感。现在了，他来这个细心，妹妹讲课。这个红队警察你可以当了，别人还可以当。这别人家的警察弄得是你不里来，比这3大警察来搞不清爽。我来拿2大警察来比一比看，不抓子一对。老太太拿身体斜走嘛，不把他3心看见。衣裳裤里还有一只红队警察拿出来嘛，里让客户抓子一对。你看一样上多。这个鸡架一样的快，搿只红个头眼睛咕噜咕噜，看关子还是咕噜咕噜一样。慢慢讲看，我让经理当水是个辰光，是个让染花叫培育体，老男人当水是，搿个水是背的才有硬硬，硬硬才是培育体。我来看看搿2个警察才是培育体。老太太拿一只红头警察翻转来一看，
别有天，外语咋翻转来一口，偏于别，而且两个片子的拿出来是一样的，还有点糊里糊涂。那么明明一对，心里是吕不怪的。这那个闲话是警察比是三张头，老太太气得个人浑身为他发抖。已经一再上，一再抖，紧抓的还摆面孔，走，不义是你好。不，这么句话呢？错了啥？然后分析的，可咱也慢慢听上。哦呀，宝宝，这碗茶饭好吃。出了啥然后？哼，你自己去开吧。我在警察忙方走廊，擦浪回去。且嘛且，这对警察不认识，两个红个头配对三娘娘，哎呀弄不懂啊！清清爽爽搞得葡萄他一烧，那边是一对了还着你。记得男人出门我去那里头了，关家里，我是警察身上嘛，你附体身体。现在警察也对了，我是谁管你了老上哪户？哦呀，宝宝，你是警察哪里来？我哎呀，本奇光来吃，来门口干，呀，我们那个男大的不杀你，既然女人对了，那随便让你混，男大的我你那通改，想不到那个媳妇做事干种龌龊龊的事体出来。李媳妇打我讲，我为了保险，我表面口口大言大德，啊，想得的那个人家吹乳叫母语，上面什么外乡锅里吹，外头卖香里香说吹得实干一点，装腔。小儿子西凉上岗，你百姓走来个头家正顶起浪向上，那才是讲。至于你个中年么刚动了，我要吐了呢，我要求呢。这哪个中年海南是两不为事？哎呀，不义呀！我看你。深情话，想你就往多个关门寻，你们不是离你大岗上，想你风死至今否也在，把那的茶冰上一袋饭，那男人去年搬一搬压力西南上岗，那么到今年搬一搬刚刚1周年，今朝这个5个多1年也分满，那个东西啊面孔是已经做出来的。哦，为了说夫妻养好，那随便讲，把那风不之灵生泪水，你不应该把我死的精彩生
身法不以你好。三娘娘听见个两三爷，我们今个在个天地里个屁，哪明白的？不太太又往我不回去，来听听个种闲话口，是我今朝真不胜防，那是我送，是我毛不里第二个里再还是那个生日少里生了，我哪里生得去？姑娘，三娘娘一气一就那个人浑身发抖。随便是我上，哪怕是冤枉我还是还生气，因为你想背我先背，不过今朝的事体都不够，如果我听一生的名声，我也跟你刚刚听上。他们这个辈子我真不理，那你门门生房口呢？你咋经常么落得来开？可就是你个来路呢？你拿起来我问你，像打官司方面，你门子白干，门门牛干的。哦呀，宝宝啊，妻子后来你也本身能把。哎呀，老太一听没想拿我就，幸福给我的。我们清清爽爽记了男人对郎，男人虽然上岗的不经常让上岗的，那东西生活生不拉生房，那么想意思，给他经常让生房水里弄的，那么那门门生房姑娘李少拿回来。不还是我个么子让生房水里弄到了，摆成我不拉的，做现在鲤鱼里的来龙。这当故事的两面门门，他这样对，要是把他今朝画鼻子，今朝应该呢哈，今朝就应该我西亚弄生房海的来门，生房来他经常落得来，那么听生房哪是？在哪里海出来门三星，来他经常上上户去，那么听你都两家这个海话东去，我话不上一碰之后，谁弄三星不海出来？现在我们已经不一样，不一样，那个面孔，那么只不通改，我们已经挂的通改的。后来我们拿顺方海的呢，我们顺方呢，他经常上然后来个，到现在顺方带我先生，他大概有讲是个，去年3月0日出门搞本我个，那么不久，顺方分错，是3月不拉的，3星话分错，你其他男人对了，男人不拉顺方我拿下，那么你都在分错么？我错的。还是王峰太太了，何不一当了？这次冤枉心无志不通改，我也这样补太太。老太太不走来带你心目看看，谁是那我等那不比耍个路，弄得我铁棍不死。这老太太还确实体总怪挂不人，这样子吧，还身旁边来再来门口的，提下。你身房官奴才进来见我。太太啊，提下答应你咱们来进个身房。这上海府都行走来没身房人不咋讲，那么从大概出去，已经到门口来，一个门廊包括坐下来，喂，爸爸。
我去下面子。本长那口。啥表？俺口去什么过去去啊？回去吧。再说哪过去干？我看你脑子长车子了。哦，这是大家总去登看的。哎，你聪明得聪明，脑子车子不总归登看，不记得去吃米了，还不呢？是不是？我们也这样说的。爸爸，怎么这个？哎。那些顺房的奶奶，大里水上来，他海里有事体。啥体了？那有第一件事体呀。妈妈，我去下去了，不要紧的。不是个呀。因为我来带下去了。哎呀，当时听你带不了个呀，爸爸。我带不了个。嘿。那个居委会有点气人个。啊。顺房还是我哪不能？哎呀，你带不了个呀。啥体哦？不能当那事。哪里不能当事？那事体都不够，这怕是你讲出去呀。你干嘛没被当过？啊。那你这个人，我有什么觉得外头别讲还是吧？哎，是呀，都不讲出去。因为我外头不讲哈。我当初定金。哦。才晓得我出名禁止。哦。哎，才叫我禁止了，宝宝。哦，你不讲的。你随便啥闲话当我讲了。哎。三股分讲。哦。那些三股到自家讲的。我不你不肯懂事。我当初定金。根本你不能讲个。说不出来，那个顶多子我也会讲。说不得听呀，不孩子呀。这个让这个都这个帮这个有你娘娘家主人。现在这娘娘居然来到他旁听了，来到他也顺房的人，我不能别想啊。这样装子些。嘿，说不得个。哦，有什么的？我外头随便哪不想。别讲。禁止了，宝宝出名的来放心上。这个啊。来进去。等顺房呢，我还得进来下子啊。哎，怎么去的？哎，怎么你不能讲的？来不定我禁止了，宝宝。天下回到理想的来他讲，是顺房马上出来。这那个档次这么较劲，估计外面来3个人。喂，来，爸，哪是？有桩事体都不能晓得，哎呀，讲的本多听听。咦，有什么你不能晓得？有什么讲的不你听？爸，你讲不讲呢？到底啥事体？这啥事体啊？你外头不想啥子不来讲呢？哎，谁碰到外头讲出去？爸，哪么来进带狗子呢？哎，你不晓得我个脾气啊？我们出名禁止喂，随便啥话当我不讲了，3个不讲，也3个到自家讲，出名禁止呀。哦，你当我差不多禁得。哎，一样的脾气。外头在想啊，外头在想，不讲的。这样都这样放这样有，外头在想。不讲的，你定心啊。那到底你也会讲出去？哎，对，一大早进来办公里办上，阿哥来。小弟啊，你到大概说那个事体，还是地方来听听。你哪有个啥听，有的说给我听听的，哪的？我来讲实气了，事体都不够。因我当初出名定金，我来当我讲还是一样的。我来不想干，我哪会得想？不孩子，这样让都这样放，这样有现在来头有顺房的人。那到底我外头才比哪？别想。可是非要在乎，真正一些功夫，但费多心，讲出来通通才晓得。这个叫啥？这个就叫理听做理个事。说了一个人有心事体，你不能讲不能讲听的，你这个注意啊，努力，你随便不讲，你既然讲的，已经讲的，那么条条你还有啥别去跟做？别想，你别讲，你就是海里讲的话，你要打理心啊，你还要得意。搿桩事你当你讲，喊我外头别想，搿桩事只有我晓得，别人不晓得，一般要出去海外。来兄喏，还是你当女人也好，女人再就出张嘴，你晓得吧？你晓得吧？你一般也去讲这个人，既然讲得嘛，只好春天雨明，才不得去。身家的男女的有人才晓得讲这个张天路费。那么看个人的心体，有2大顺房也好的嘛，说个中天有望。三娘娘大雨大的顺房来就是500个钟事体，那么为个国民才当来好，总有一个不负担，负担个么负担个讲法，顺房是负担。大家在个2栋里啥地你谁吃一空，你能够活得路？还有个不是有形无形，我不是来到面对拔出来负担。你都看娘三娘娘个肚皮，满肚子呀，这把有3个看见个出来的，已经肚呀满肚子。你都讲得沸沸扬扬的辰光嘛，都没办法到浪出来的。顺房。看网上真这个看，可是到米里一送得了，一大漱口子们，为什么？爸爸，我有顺房。哎，小让我去。看网上还真看。这是啊？
你说的对哦。咦，我总不能是头脑里面的说句啊。但看来不是一斤狼吃死肉了。爸爸们专门说了哟，看我老真看不吃死肉了，要么你们吃死肉。别搞吃讲眼养的。啊？这警察录得来个。哈？爸爸，这警察你也晓得的？天下世界事体也没法做的，东也晓得。我们顺方上提及杀之人，永不让不要。第三，我听到是警察白龙里碰上红云不离骗得起真正一些些的事情。说已经弄得门口的老伯伯晓得。为什么红云的店主的欢喜各处在笼子里？别不离还是提出讲，更也绝不对。所以发觉，爸爸，那这警察我来讲不来听。我用了房子来，他准备到火里去采包菜。买单的不被掏不着，家这水灵我才上去。那么我想不出啥人头来了，忙着队上已经预备去干不来，套我想去围不少人给。白龙里把那女娃弄我的红云，骗我不叫我这警察听得起。哦，嘿，不能听得起的。我是干了嘿。哎，报道。好。事体弄得蛮多的。不过你晓得哪来？你也晓得红云路这个到警察去，把那个你娘娘一口里都你娘娘认得的。认得啥人的么子？啥人的？你都三娘娘的么子？哦，你三娘娘的？那么为娘？滚多娘的，表演得了为了，这当为嘛不是提的吧？那么哪讲？两家头一搭一档，一出一场，在老太太们一起各处在都是比。是三娘娘12年过上岁不是当年顺方制不通改，警察审不来。三娘娘现在去了老太太门里了，太太海南经济事体蛮大噻。爸爸，你说天下混蛋不能好的烧掉。你怎么不年纪的？你把年纪嘛自家吃了自家。你不这就就把你那时候我再做自己个。我吃我在路这个地上熬肉怎么呢？冤枉的呀！我是身上的呀，冤枉的呀！我记得这样一个种事情。你来等他给他介绍的，你不是我冤枉呢？你有冤枉的闲话，你去见老太太深深明白。来等他给他介绍的。对，他来到个刚刚明白。冤枉的，哎呀，天起来了，昨夜一个屁的分在老太太房厅，天天你在房厅了一口，哎呀！这可见老太太除了当初面孔白白，泥房里走了啦，这面孔3到初不你是得不出血，红云面都支起来，一面孔他指着面孔，三娘娘居然让放出，哎呀，我今在房厅了呢，就主要不喊了来啊子，为什么往往人家不吃个种子鸡不爱，哪怕三娘娘居了啦，我是你可一句，不是天，现在吃自该种子鸡，来太太都行。我进去抱住我来，来太太后浪天是起来啥么子？我当时我迷了两高的平毛病举止是一起的，可是这次我两只眼睛都随便啥事体做不得出来，那是我错。假使我立了啦，来太太也管个不？说起来只有人家东家举也不举，第二次来你给啥人报的，那是也错的。根本呢，沈发还聪明，一个年头没有，我理想不起。我去了商场外头，我替三娘娘拿个门开来分一分支付身份，聪明。随了商场外是高一郎，抱举下来，来太太，人都是房间来太太个头，来太太，你是叫出去啊，来太太，你听过哪个同学当中的来太太？可他经常上然后来人都是房改变，来太太。今在我公司呢，知名的会里去采包菜，那买单的不被掏他家这水里菜单里写了一个红队警察。当我预备来回不来来滔滔，电路天上少人在这身就回不少人。马上地上一记在白龙里面把那泥房里红云呐，那泥房里我的红云呐，叫他骗我不讲，我这警察听得起。来滔滔，我记得那个来滔滔，来滔滔哪这个白龙头，来滔滔哪个你都根本能个，哪个都不要当真，来滔滔冤枉的，来滔滔我冤枉的。老太一听哎，这个大厅呢，同时一口子哎，啪啪啪啪啪，一口一口冤枉。老太太个对面的把他去口上去这样句话，句话不得讲理过一个字个的，那么闲话都不对。厉害不让红云霹雳，巴扎听得起。红云说是口身方对上一个警察门里上然后来么面孔僵子。
这样嘛，我们至于我个来路了。突然外头面飞儿向了外带里唱个说，两家这个海鸥都不帮你了。要不要么说这个头名我就专门哈出去吃。今朝我非要上这个当家尸体的话，他说了，他身体慢慢讲，谁走来嘛？两张眼睛盯了是红云浪口嘛，因为那哈，现在觉得这里向来还有猪了，虚着这基本猪，红云把他老他两张眼睛盯了一口嘛，带起虚的猪，后头的又不停在，一个偏护士也抬出来光头，一个嘎子大概周三一讲护士。让你娘娘不嘛去个早睡，拿你娘娘的衣裳给我捞了。你娘娘说啥子？这片护士要抬出来，你娘娘在里头跟来笃定，来随便啥个护士了，让我行家出去了。我叫护士出门，该不退步，有我那。你娘娘立起来，打出上场，对到盛方，背与盛方为的分口去，让我来到结果。盛方的双眼睛里，可三要已经当子这里。皇帝两手上场开始，离巨浪当中，你娘娘对到李白玉的离分口气，这个女娘娘怕了，衣裳裤一条没起个大水撩起来一起逆光，出翻那个卤蛋是娘娘，上面个天的，看呢，一往里红云，一往里红云，不一往里出的哪个呗呀？出翻那个卤蛋是，前面还不来我不带账。南门这个女的是个叫侦察那让上岗的我，南门这个卤蛋是还那让花园里向去抓个青梅好不啊？那么上岗那个到侦察哪带你花园？哎呀，你的花园哪通上岗的叫阿鲁？你到头名就是阿鲁。你娘娘个去害我们兄的致命伤，来他做你那个下面想的了，对什么？明明多两道理通改。分地讲今朝事体抽帮海河分动区，乃是那个了叫历史地方。刚才你听我来不必听懂，前面还把甘露在。今朝个你娘娘的来，他们的红卡，适当起个海河阿不句句听。他讲我今朝去得你心，不你心不能我个人真要对老吴都不晓得了，他把哪么来真我都不知。来他面孔就白，鬼弄在。乡里媳妇遇病的事情。我请两位太子先生与你服有的谁请你做出这种事来？假设大夫是我，两代子人都应该个这样。现在不但来东北，你与我回到西天，回在三姨的领地，就等大少爷、二少爷回来，把你稳稳的去。来到那些人做事人做心不大理，只有把个这当实上，人做种人气真古代不是一种，别个来到谁娘娘的名字也紧，谁娘娘的名字也紧。希望你去的那不必听，哎呀，路的是良心的哈多，自家西带个眼睛改个辰光为了家里个女主，哎呀，这个路开是良心带着的哈多，啊哟，你在摇了，那他不离后浪体恤。不要动嘴，与我去死！顺方来起来，马真是听起。我们顺方呢有望呀，既然来去死的，我那脚上了肚里就那还走不？顺方来着的，你讲我等老我脸弄不清上，我最只会弄得清上，不然我是牛子来着的呢。那么整个话题回来，那话个秋家里等了海里手里不去，一路扩大西听，三亚个手袋包下来，再当三亚西手袋了的，不，手袋们是一举两到手袋过浪一打，嘿，三亚呢我让老聪明几次总不问题过，三亚呢的人都有往为执警察，三亚个警察是去哪种这些的嘞？哪位的龙在后院里把那人都得到这样，来到龙不听上这样，你要是做个梦不来到龙听上，结果你腰里痛来不及这样，你这现在辰光来到走了老马上就困了，一当来到等我爹用，嘿这样，不然爱理不及。那么府里向你送阿狗兄弟去盛房，每夜还盛房人流汗，现在的冤枉们才来求你。
顺芳，这点那行桩事体来讲点给你听听呀。是了，冤枉嘛，那行冤枉。顺芳心惊不定，想一说讲的，我本来他东高讲不清爽，但你都有说东高的。原来是，哎，来到他们家讲不清，你都弄得清爽，我都讲的，原来是哎，我本人哎呀动心，还进来求求那啥嘞，越过。他灯光网络上侪不离灯光哎，这个辰光嘛，像啥都在不呢，真是还少有。等到顺芳也大转起来了，不比一个人也不多，那叫是有人让他处理那就大不了。那么现在么伢顺芳了，非常难过。那么来他想个顺芳的容易把路考上，地上的辛苦难弄法，在三娘娘口口那张知识的为首。我们这晓得既然男人对让杀人回来么也门顺芳的，当故事么门子白个么门牛个，门口都么那种在听记头啊。都两家的海鸥分动口，不易呀！你好，向你排斥我一当的。就不像你个古人当你委屈的小儿郎，你阿实在都是你自家的儿子金包公子，他想辛苦做不多事体，以大人家有个办法，啥个法子叫出色女生。该受此心目太主要娘讲身子乱的话，这个叫出色女生。这种光个种人讲慢慢是慢，非要弄一个大人的。那他一做个女的嘛，哎呀，风南楼家归如房。但是三媳妇的爷娘讲死得老容易咋不听，你唔太出太得啥浪去？那个三娘娘的苦头是苦得的，觉得爷娘讲有个别墅，来了他就不得俺不接，只要顶上，你唔不能出让的。哦，有理啊。将他送到了欧堂里向去落发，让你吃饭做死狗。哎呀，他想也不对。俺海里去吃干么？这个死狗都要问的。各位小妈妈，虽然男人是么以为小样的，上天也吃干。各种事体把他吃干人晓得，吃干人在最两家大人家。四面刚出几日，你宾客户个台要推住。手吃去名呀，哦名儿呀，手比了母手把，根本哪弄法？哦，有了，他想来义务该应付，你没以为个人说上的，你会得比这样种不义，你会比门话会比。就把他想往来做人帮，我来努力放开这个高山统统播出来，我35关到房里，他就是我不门不里去，让你谁做日子，等到来死脱以后嘛，我拔出去，这起来35疾病身亡，伤得清楚的大思考。那么三周内复合，总是到你身家里养一个小奴，我娘呢是一个喜事，该唱跳跳的，叫这个来这个他不会说跳跳的，睡觉怎么叫了？走
的年头，我马上一个消息传出去，还被南地下人到地方给里向去搬家上。被地下人听知了，他被我们去搬，达到三房房厅一看么看见浪估计，那深深头浪住。好了，我在浪一什么一水的，对。哎，没得个，这是啥？啊？啥个事体的？来浪啥去了？我让你给我吃完。这不少人吃。谁要吃完？谁要应该不给他距离浪吃的。啥个配的呀？哪来你都没空吃家？了解了三家人说事体的。是啥个事？这个都这个帮这个有情况，谁说马上就要去的？啥么子啊？有个种事体干？要滚！有我给不许滚！不许滚？是不许滚？那他不叫滚。我是不许滚。哎，你哪生生呀？哎。那他不你也不许滚。有我的呀，哪他不讲？你哪晓得有啊？我下来有我管。三娘娘家是个种事体，没法跟我两双眼睛。我的意思个。不要预先关照上那个。不是怪，哎，我到三娘娘隔房间个呀，阿是你跟我做事体，没法跟我眼睛讲，不许播。有王管。有王管。这个不许播。是有王管，不许播啊。老先生，哎，这个一看哪个人义气的？可是。白话。不，真的不。你马上去见老太太。见老太太哪子？老太太问那个句闲话，你回答得出？三娘娘非但不是可以喊你帮你死。没好，我去回答他。你用不到去的。我们来说了，他我问你啥子？你回答我。没看的。一到凤头警察。问三娘娘，那只警察落到去，三娘娘是其他三幺地方，三幺西浪上岗的，这警察了上岗地下。问顺方来落到那个顺方是个让忽悠的谁说？上岗那个警察难在收取忽悠，你个忽悠难通上岗的，你是？这个。你是？这个。你是呢？这个哪是的是你？啊？这哪晓得你？你不晓得个？我哪晓得你？那么我哪晓得？我也不晓得。我嘛晓得有王的，吃他有凭他师傅，关键我不问我有啥个办法呢？对。加上我哪生一拉都没上去，三个过后吧，硬头讲他统统搬出来，别个听第一个，听两衙门，听一只插过来的账，我那账又插过来，上头这个上顶被拍头。我们老太太还是这个心目中是养跟这个小儿们，就要西拉刘白浪和等养的，养在西浪上，不比外厅一个马桶，吃么都不里吃，插子也插出来。这小奶奶弄得刘白浪一塌糊涂在第二个，仓采用顶得来顶起来，不当里新路三个当里江洋大道，搬出来个高山让老太太房厅天天的两半边，对对好了冰上太太搬好。就是个老太太要进围道里向去拿一把书，这把书不是虚的，冷插上把动不过，把动个光书，让人让挺大浪向结好么老太太也海里去。那么手个种老太好人了，哎，你总是要看厉害人，可是你这样看起来弄不清爽，一进来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水料是拉起来拉得鸟，那个75年不是天下的，搿辰光有种老太，阿弥陀佛，放弃擦水来不得了，放一锅里那个做，水料是来得个，手么做吃上火，这浪向嘛毛鱼片好了，这好把它真等了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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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炸！好，叫人起来去，为了阿弥，你为啥都没阿弥陀佛的呢？其实呢，吃荤蛋不的，那种好事吃的，好呢还不吃的。男人他不吃好中国走出来，大概有点没这个，马路上摆起来那位弄得了个，你一发动红绿灯的，你经过要来出一发，心厉害么种。就说老太太了，然后兄弟们关着三娘娘来当王里向的戏。三娘娘关在房里有一个人的心的，杀你们男儿金龙娘娘要紧张的这个相聚飞。